人在地前逐年，这个热人婚姻关宜伦乡公所拢会办这个西瓜节的活动，互民众会当享受在地可口的西瓜。今年特别传几万斤的西瓜，互乡亲食免惊的。宜伦乡公所逐年拢会举办西瓜节，互民众会当食到上好食的在地西瓜。觉得爱文的西瓜超好吃，下次还想再来。食这宜伦的西瓜真正有赞。每年西瓜节拢有来买西瓜，宜伦的西瓜顶个刷，介绍个公道。 来上少拢买10粒。经过逐年举办，即马宜伦的西瓜是愈来愈出名。乡公所嘛表示，真感谢消费者的支持，才会当互辛苦种植的农友有好的收益。一袋斤吼，差不多8块，去年起到12，今年已经超过22块吼。 这就是有专性者的消费者，你敢支持？这届活动嘛有举办西瓜评鉴的颁奖典礼，大贵州的冠军指出，今年的产量较少，不过甜度有较悬。今年收成安尼还算得过去啦。那介意食西瓜的乡亲，就要趁即马来买上甜上好食的宜伦西瓜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